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安安。真欢喜，咱伫这个时会当三甲做伙来祈祷，嘛通过伫咱上帝话的中间，咱做伙来读经，嘛做伙来吟味。伫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要安怎互咱伫安静的内底来得到智慧的心？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听从天父，阮的阿爸爸，阮感谢主你。感谢主你用宝贵的听筒，搁一摆伫你圣神的引带下面，互阮会当安静来到主你面前，来信靠主你，来向主你恳求。感谢主你保护阮，感谢主你，互阮通好倚靠主你，通得到教育的平安。主啊，我要甲主讲，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一切幸福生命的来源。愿上帝你真做阮帮助阮，互阮真做一个信主你的人，真做主你忠诚的信徒，是何等大的福气！感谢主你甲阮三甲地底，互阮的生命通得到教育丰丰富富的快乐。但阮只是要三甲做伙来祈祷，嘛做伙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智慧的话。愿上帝你圣神真做阮的帮助，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今日牧师要邀请咱三甲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节，伫上帝话内面讲起，讲雅各书第2章14到18节，上帝话安尼讲，讲兄弟姊妹，若有人讲伊有信，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有啥路用？迄款的信减袂救伊。你中间若有兄弟也是姊妹，无衫通穿，衫顿无通食，恁简单对因讲，祝恁平安，着穿好烧，食好饱。毋过无供给因肉体所需要的物，有啥路用？所以只有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毋过有人要讲，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我要讲，互我看无行为的信心，我就用行为互恁看我的信心。最后，伊讲，我就用行为互你看我的信心。这段圣经节是记载伫圣经内面雅各耶稣的兄弟，伊伫人生的中间跟对耶稣行人生的道路，互伊认捌着。互伊认捌到什么叫做真实用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货？兄弟姊妹，伫咱这段个月的时间接近要2个月的时间，上帝互咱看见侪人，甚至生活生命内面的种种的情形。人好嘢的人，毋知要安怎帮助人；趁钱的人，嘛无法度通得到有够嘢的需要的帮助。但是一切环境拢已经在改变。圣经内面安尼讲，若是兄弟姊妹赤身裸体，因欠缺日常生活的需要，恁中间若是干那人讲平安哦，愿你食了饱，穿了会烧，但是却无法度通来甲因帮助的事，这有什么利益？我一直在想，咱的信仰要安怎帮助一个自闭衰的人？伫这个环境的内底。咱需要定心好好来思考。当咱伫环境的中间，穿会烧，食会饱，咱要安怎样用咱的行动，搁一摆来关心遐侪自闭衰的人？上帝已将日常生活咱所需要的饮食赏赐予咱。所以，如果咱目前咱家己穿了会烧，食了会饱，衣食无缺，但是咱周围也阁有侪兄弟姊妹。生活因为即摆疫情所致到3顿有当时连食袂饱的困境，牧师要邀请咱，若有安尼兄弟，请咱会记得，咱就爱赶紧来甲因斗相共。上帝已经供应咱有教育有存，咱就爱学习要安怎真做一个中心生命的管家，按时会当分这的需要来去帮助遐有需要的人。哥林多前书12章内底有讲起，第26节内底讲起，
那受一个机体受苦，所有的机体就一同做受苦。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福音的机构，拢是用主耶稣的这个身躯内底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咱虽然已经停止实体的礼拜聚会，但是咱对上帝的听甲奉献的行动，袂当因为简单讲我对主有信心，但是我的行为甲行动我煞做袂到。兄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节是咧讲起伫迄当时，有的人认为讲我只要有行为，我无信心就会使；甚至有的人认为讲我只要有信心无行为就会使。但是雅各伫今仔日的圣经节甲咱讲起，讲啥？伊讲，互我看无行为的信心，你做互我看，我就用行为互恁看我的信心。我感觉非常水的一句话，讲起伫咱的生命中间，咱要定心好好思考，要安怎行出有行为的信心。圣经内面，上帝通过有信心、有行为的信心，祝福侪咱所看见的这神拜甲前辈。圣经内面，咱了解基路、拉合，照着所信的信心，伊毋那救了家己，嘛救了伊的全家。兄弟姊妹，伊毋那安尼做，伊阁成做上帝的选民，不但成做上帝的选民，甚至伊甲这个探子，就是来探这个迦南地探子沙文来结婚，然后咧生了什么人？波阿斯阁生了俄贝德阁生了耶西生了什么人？就是咱所了解的大鼻王，成做主耶稣的先祖母啦，先祖母。所以咱会当了解圣经内面这个基路拉合，伊就成做一个受祝福的人，就是用有行为的信心啦。所以有一个故事，伫加拿大有一个牧师，这个加拿大牧师这个牧师呢，伊是伫正教会内底叫做史密斯牧师这个牧师呢，伊凭着信心，伊互叫教会兄弟姊妹奉献金钱，然后帮赞海外侪宣教师，这个牧师。结果上帝毋那施恩祝福这间教会，互这间教会哪来哪得到兴旺，因为伊不但有信，伊嘛将所信的借着行动甲表明出来。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祝福这款的教会，上帝嘛祝福这款的选民。牧师期待咱，虽然咱即马无实体礼拜，虽然咱有侪活动聚会拢停止，但是咱的行为，咱关怀彼此的心，咱毋通停止；咱彼此相听的心，咱嘛毋通停止。亲爱兄弟姊妹，牧师鼓励咱借着咱所看见，行为是靠着信心来表现出来。行为毋是用嘴讲，毋是干那我会晓做就好。要紧的是，你的信心安怎帮助你的行为带出有见证的生命，好唔好？邀请咱做伙来为着几项事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通过祈祷行动的祈祷来祝福咱的国家。首先，咱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环境，为着疫情的控制来祈祷。主啊，阮的上帝，阮主你恳求，感谢上帝你保护阮，感谢上帝你勇壮阮生命的道路。主啊，阮要对主你讲，你是阮的主上帝，你嘛是阮幸福的来源。阮着爱更加为着阮身边周遭有侪人身体因为即摆疫情所致到身躯的痛痛来恳求祈祷。求上帝你毋那成做阮生命上大的瓦靠甲帮助，喜乐的来源，嘛将这医治大能的气力来祝福这志未遂的人。主啊，愿上帝你赏赐互阮所求、所期待看见的改变。求上帝你圣神成做阮的帮助，阮为着这侪受苦的人民来献上祈祷。愿上帝你听阮恳求的声，你知阮的内心，你任暝拢在看顾阮，帮助阮。愿上帝你赐福，伫阮所求所做。
当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二，咱要继续来为着咱家己甲主的关系来祈祷。今仔日咱通过圣经的话，咱了解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咱着爱了解，咱彼此兄弟姊妹中间，虽然咱无法度通实体看会到对方，甚至也是讲实际会当拄着对方来甲伊请安，但是请咱会当用咱的媒体无相款的方式，用祈祷为着咱的兄弟姊妹，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啊，阮的上帝，阮搁一摆主你恳求，求你保护阮，求你成做阮生命的帮衬，亲像保护阮家己目睭所看见。主啊，你毋若保守阮的心，你嘛要祝福伫阮身躯边侪人生命的关系，特别阮甲主你的关系，阮要主你恳求。求上帝你圣神成做阮的帮衬，互阮的心肠、心灵、心灵拢得到永驻，互阮的身躯所带来、嘴所讲、心所想的，拢通活活见证上帝你的圣尊名。感谢俄罗主，阮伫今日三甲用祈祷，为着阮国家、为着阮身躯边周遭的人来恳求。阮嘛感谢主你用你的话来祝福阮的生命。互阮的信，毋是干那信心，是有实际的行动，通祝福阮身躯边的人甲教会。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三，咱要继续来祈祷，为着教会福音的宣告来祈祷。即马无即个实体的礼拜，咱疫情虽然豆咧控制，但是咱嘛着爱继续为着教会福音有侪工课。活动停止，但是福音宣告的顶面，咱毋通停止。所以咱做伙来为着咱教会大桥教会伫未来以及伫侪正教会的宣告的工课，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是阮的帮衬，你是配得荣耀的主上帝。你的福音是遮尔啊宝贝，你所做所行的新约基础，伫阮人的生命中间。所带来最奇妙的新约，阮拢已经看见。总是主阮知，环境的改变，人的眼光嘛受限制。求上帝你开阔阮的眼界，互阮明白上帝你所要带互阮福音的异象伫哪落。求上帝你赐互阮，愿上帝你亲像你所创造的万象有相款。你是充满，你是强冲。创造万物的上帝，相信上帝你互阮伫人伫环境所受限制中间，阮也有法度通明白上帝你福音的未来的脚迹，阮要安怎样来行？求上帝你赐互阮，成做阮生命的祝福，赐互阮，互阮明白上帝你的心意。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第四项，咱要做伙来为着全国。每一个人拢通得到蒙福的生命救恩，我拢一直感受到，侪人的生命若无上帝固守，咱无法度通得到平安的心。我心内非常想起即阵过去我捌带过的学生，当伊的生命离开世间，因为一场的意外出车祸来离开的时，我的心非常艰苦。因为一个我曾经捌陪伴伊读书，然后伊进入大学，甚至伊的工课、工作，豆咧成长，甚至做一个主管。但是上帝互伊伫一摆的车祸中间，就来离开世间。上帝互咱的生命非常的宝贵，但是咱伫有限的生命内底，咱要安怎更加谦卑、顺服？来领受咱生命所应该得到的救恩，咱来做伙来恳求，为着全国台湾人民，伫即摆疫情有法度通好留落来、活落来的人民的生命来祈祷，是上帝的恩典，互咱有即个机会留落生命，继续为主做美好的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
是用生命来回应主的呼召。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你是万权能的主宰。主啊，阮相信你的确要成全阮心内所想的心愿。主啊，阮主你求，阮诚心诚意谦卑顺服你的心意。阮主你求讨性命，你就要赏赐予阮。主啊，愿上帝你赐福帮助阮，互阮通得到生命的尊贵，就是通好领受到救恩的快乐。一个生命若无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阮的生命拢要归伫空空。求上帝你赐福阮，互阮每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的祈祷，充满平安，充满喜乐，充满火热，充满立志。互阮甲主你的关系是哪来哪亲密，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真欢喜咱三甲会当做伙来学乐，做伙来感谢，做伙用祈祷来咱的上帝恳求，愿上帝帮助咱，任何的环境拢袂当阻挡咱甲主的关系，所以咱就爱勤读圣经，做祈祷。最有气力，愿上帝平安赏赐咱大家。咱三甲做伙来吟一首诗歌，咱伫安静的中间来做伙领受上帝所要对咱讲的话。任何环境，无论拄到什么款的困难，咱拢毋免烦恼。上帝伊亲像咱所看见的这个灯塔，一直照光咱头前的道路，互咱知影要安怎行头前的路。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半石、磐石是上帝予咱灵德的信靠，因为伊成做咱生命的磐石，是要予咱的生命有盼望，予咱的生命有气力。求上帝帮助咱。我的耶和华，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
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愿上帝平安赏赐咱，互咱每一摆会当甲伊相合，祈祷清近的时，愿上帝赐予咱平安。